炒賣股票嘅咧，經常咧針對呢啲嘅投資市場嘅消息。特朗普而家推出呢個叫做對等貿易法案咧，你千祈唔好睇個名啊！你一睇個名咧，你係中招噶啦。美國咪有一個叫做減低通脹法案嘅，咁你個減低通脹法案，你淨係睇個面咧，你係覺得咁好事啊？減低通脹法案係咪啊？咁但係你睇呢個內容嚟講咧，同通脹都完全冇關嘅。主要嘅條例就係我哋專針對限制中國所有嘅電動車關稅要好高，中國所有嘅太陽能板塊啊、光伏板塊全部嚟講咧都限制佢，唔俾佢入嚟。咁所以呢樣嘢咧，同呢個叫做減低通脹法案有咩拉楞咧？其實西方嘅國家咧，所用任何嘅法案，表面嘅咧係好靚嘅，但係內裏咧係完全都係無關。咁嗱，譬如話好簡單啦，上個月以色列咪公布咗一條法案嘅，嗰條法案咧就好靚仔嘅嚇，自願移居法案，即係話咧而家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咧巴沙嗰度咧就希望盡量勸告鼓勵佢哋移去其他國家，你就唔好喺呢個國家住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自願移居咧？咁其實佢只要喺巴沙嗰個地區冇水冇電，即係直情一個地方住唔到人嘅，咁你咪夾硬要被逼遷嚟啊！生存唔到，你係咪自然要走啊？咁所以記住，自願移居呢個部門嚟講個名咧，一聽落嚟，哇！你自願移居啊，即係其實喺股票市場自願輸錢股票，逼到你要止蝕啦，你唔離場你要止蝕啦。咁所以嗱，西方國家好多嘅政治嘅新聞，表面就講嗰度咧就係光明正大點樣到，背面咧整到你死咧，原來你都係甘心情願去死噶，唔係逼你㗎咋，係你自己攞嚟死㗎咋。咁所以呢個咁嘅叫做對等呢一個貿易法案咧，其實即係夾硬係打嚟嘅，即係好似如果你真係講對等啦，美國點解要加徵中國100%嗰嘅汽車關稅咧？中國從來都冇對美國嘅汽車關稅有100%嘅，咁你講到話呢個叫對等啦，但係點解你要將中國嘅汽車運去美國，話要加到100%咧？仲有唔係淨係由呢個中國運過去美國喎，就算你中國嘅車廠走咗去墨西哥起到個汽車，你運入美國佢一樣咧要加你100%，咁所以講個名咧好聽啦，叫對等。一睇落去入邊咧係100%完全唔對等嘅。你話即係特朗普咧，佢好叻喎，即係出到呢一啲咁樣嘅招數咧，即係咧搞到市場咯而家人心惶惶。咁所以咧，希望佢咧美股今晚繼續跌多啲啊，我哋港股咧就跌少啲得啦。